上亲爱的阿爸，阮想要搁叫你一声，像伊早你写的歌，感情放路唱袂煞，我上思念的阿爸，我愿唱歌来予你听，歌声亲像伊啊，带你回来阮这，要用什么批纸慢慢写，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。唔通听，唔愿行，讲你离开这。我们在长大，守着家，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，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逃过阿爸心酸。要用什么批纸慢慢写？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，唔通听，唔愿行，讲你离开这。我们在长大，守着家，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，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逃过阿爸心酸。谢谢高伟哲。好，我们马上来请陈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伟哲，老师好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特色，谢谢老师。很有你自己的风格，而且你的假音蛮不错的哦，你就转音转上去蛮自然。那有点可惜是你到后半的时候有一点点乱掉哦，不管是音准还是拍子都差一点点。但整体来说，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。那你可以就是把你的稳定度再抓好。就会好很多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马上请黄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今天3位都表现得很好，各有特色，我觉得哈。那我先讲伟哲，伟哲，我觉得你的那个 A 段就已经很有感情，我已经被你感动到，然后加上你刚刚讲的这些故事的部分，你有把这个感情带到歌曲里面来。然后你的这种比较混声的唱法，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嗓音哦。然后而且你现在是就大杠是。然后但是会有一个建议，就是说在呼吸的控制上面，我觉得可以多多练习，因为不知道可能是你第一次来有点紧张吧，呼吸的部分比较急促一些，就是因为带太多情绪。对，有可能就是说，就在句子跟句子中间有一些换气的声音会比较明显，这个就是会需要学习一点控制力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部分是我小小的建议。谢谢老师。